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再来到主的圣日，咱伫网顶三合来聚会，来听信息，来吟诗赞美俄罗上帝，向伊感恩。咱虽然现在伫疫情当中，但是咱毋免惊，因为主甲咱同在，主看顾保守，也供给咱一切所需用的，咱感谢伊。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头前，来学乐，来赞美伊。咱最近疫情虽然仍然有，但是真侪方面已经恢复大恢复，亲像做生意一个商店已经开放了，餐馆也做咧。人入去食，甚至伫外面排长龙、排队排啊真长，生意大 pick up 起来，大好势起来，感谢主的恩典。但是咱的感恩就是伫在兄弟姊妹的家庭当中主甲因同在。虽然过去有染着在病毒，但是一个一个。拢好势起来，咱感谢主。以后的日子也阁真长，毋知影这个疫情第四的一个结束。但是咱无论怎样，咱活靠主会带领引带咱行水面的道路，求伊赐力量、赐恩典，叫咱有法通伫这个日子当中继续用感恩的心，用赞美颂赞咱的上帝。带咱行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见主的面。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的主阮的上帝，阮的阿爸爸，多谢你的看顾保守，互阮伫疫情当中仍然有你的同在，仍然你丰富的供应，互阮伫心灵、伫物质上得到上帝的赏赐。一无缺乏，阮感谢主的恩典。伫阮极需要的时阵，你就与阮安排道路、安排人、安排方法，叫阮所要行、所要做的代志真顺利。感谢主，主阮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互阮心内听了明白。并且有法通靠主的恩典，伫这个世界过日子，来荣耀上帝你的名，阮感谢你。所以求圣灵感动阮，也光照阮，互阮知影家己的败坏，家己的亏欠，好叫阮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存着这个圣洁的心来亲近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意象现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明主怜悯，述说主爱。这是我心喜
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兴起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何等的欢喜！我在基督里，尽心而祷告，等主回来，满有主恩赐，尝我心怀。这是我兴起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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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题目叫做八福Beatitudes。这个八福是记载伫马太福音其他也是有讲到。所以今仔日咱这个11月份讲到的系列series 的总题目是啥物呢？叫做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伊就是假使咱做神的囝儿伫世间的生活是伫基督耶稣内过着简单的生活，但是真有意义的，而且是丰盛的生活，叫咱伫这个世上袂因着过生活，过着奢侈犯罪的生活，乃是过着一个简单的基督内面的简单的生活，但是真有意义、真实在而且将来得到福气。所以对于美好的生活这个主题这个咱的上帝的定义，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这个上帝的定义，甲世间人的看法定义是无同的，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相反颠倒真无同。所以咱做这个神的囝儿咱应该明白圣经当中假使咱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互咱知影了后，互咱才有法通准确的、清楚明白咱甲世界所过日子的差别伫倒落，有啥物无同。关于登山部分是讲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初期出来工作的时节伊到以色列的北部，这个也就是加利利湖的北面一个小乡村，一个村镇叫做加百隆。伫这个加百隆附近有一座小山坡，在耶稣就是这个山坡顶面
讲这个登山部分，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这个长篇的讲论，是主耶稣咧向门徒讲怎样来考着上帝所赐托咱的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信主耶稣所得的这个新的生命。咱有着这个新的生命，伫人的面头前，交伫上帝的面头前，要怎样过日子对天国的子民伫即段圣经内面，对天国的子民就是在信徒有一个根本的要求，伫生活顶面的要求是啥物那即段在经文里也是天国子民的生活的这个模范，还是规矩规范也就是天国的宪法也是宪章所以主要说伫开始的时阵咧讲到八福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2节到12节这段圣经内面所讲的八福。那么咱怎么讲到世间人讲到幸福的生活是叫咱信主的人无送世间人什么道囝道孙道财道利在世俗的物质的物件，叫主耶稣伫圣经内面所讲的得到福气实在真大的分别，甚至是颠倒性的。头这个福主耶稣讲，伊讲虚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虚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天国是因的。什么叫做虚心虚心就是心灵平静的意思耶稣讲，心灵平静的人有福气咯。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因的。天国是指上帝将来借着主耶稣伫末世的时节以后，咧建立天国，也是叫做弥赛亚国度也是叫做千禧年国度。伊讲说虚心的人，怎么讲？虚心是心灵内面空虚平静的意思就是咱知影。信主人知影家己心灵内面会平静，即款的人有福气咯。为什么呢？伊即搭福就是讲到快乐的意思，就是欢喜快乐虚心的人有福咯，因为因将来要得到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英文的因讲福气福的因叫 blessing也是 happiness 就是有幸福的人，一定是有快乐的人。所以当这个人明白家己伫神的面头前一无所有，就是因伫神的面头前是可能是物质上真空虚的，但是伊家己所有的在金银财宝甲伊所做的这代志伫神的目睭看来是无啥物价值的啦，无啥物价值的。当伊看到无啥物价值的时阵伊就有福气咯因为这个人若骄傲无这个谦虚的心，无这个虚心伊连带伊真满足咯，逐项有咯伊就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代志伊无虚心，所以伊个内面对神的价值观伊毋知影，伊心内就是看重一个世上所以当一个人认为伊真满足了，伊有世界一切所享受的逐项物质上有的时阵
可能伊就袂去追求神咯。所以耶稣伫咧讲伫以色列咧传福音的时阵，共人讲以色列财主有钱的人要入天国是真艰计、真恶的，亲像骆驼要钻入去迄个站的迄个站杆就是迄个站的迄空咧钻去，像安尼发艰苦。伊就是当一个人自满自足咯，伊就袂去追求神的这个价值观一直咧享受这个物质的时阵，伊说我毋能够欠用神咯，也无需要天国咯，这款的态度真危险但是当人真丰富的时阵，直直咧享受物质的荣华富贵的时阵有一日伊会感觉真空虚伊心内若无追求属上帝，无灵内面的迄款的满足伊会真空虚，甚至行绝路。所以记得有一首圣诗是安尼讲当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当你享受世上的物质的时阵伊心灵内面会真虚空。但是当伊人虚空的时阵，伊就会晓着去寻求神来满足所以当人来转向神的时阵，外靠神的时阵，追求神的代志，伊物质的事，追求神的时阵伊就可能成做天国的子民有可能经历到天国的迄个实在的时阵所以天国本身就是最大的福气。这个因为上帝所建立的这个国度是天国，是神的国，神是丰富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的国度是丰富的。人若得到上帝，就得到这个天国。伫得到天国的内面伊就享受上帝内面一切荣耀，甲伊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如果人家己以为真富足咯就看不起上帝的代志，看不起上帝的恩典这款的人就无法能进入天国咯。自以为无的人才有法能进入上帝的国因为上帝施恩托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因为神赐托伊是的福气这个人追求听神追求属神的代志上帝所赏赐的是目睭未捌看到，耳孔未捌听到，心内未捌想过的代志。所以上帝的福气就是安尼真大的福气。所以头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气了，因为天国是因的。第二个福是什么伊说哀痛的人有福气了，因为因的确要得到安慰。哀痛也就是哀痛哀痛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伤心拄到代志真悲哀痛苦的人真深的痛苦的人也是因为看见家己的本相真痛苦的人。哎呀，我真痛苦拄到这个苦难的代志，正亲像我拄到一位老人哎呀，伊向我诉苦，伊怎样艰苦伊结婚无偌久，伊丈夫就破病咯破病就本身不遂咯，我就短切伊
无偌久，伊诶查某囝结婚诶查某囝，也是破病咯，也是得着真严重诶病，也是伊咧照顾。抑佫有2个查甫囝，从细汉就带去学堂读册，甲伊随身饲食各方面计是着即个老人伫咧做啊，所以伊一声吐气说我真痛苦无开活着要小可休息一个时间也是真恶真艰苦咱看无偌久听到即位老人就悲悲惨惨的离开世界。所以咱伫即个世上有真侪人生命真痛苦伊说哀痛的人有福气咯，伤心痛苦的人有福气咯，因为因要得到上帝的安慰，要得到上帝安慰。圣经讲这上帝是赏赐逐款安慰的神伫哥林多后书1章30节里讲，愿颂赞归托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百姓，就是发慈悲的天父，赐逐款的安慰的神。即讲逐款的安慰。什么是逐款的安慰呢？咱人生当中有真侪种的痛苦对出世以后做工、结婚工作、家庭、人事关系各款各样，天灾人祸各款的，伊经历到侪真痛苦。若无神来安慰实在是真恶过日子但是上帝甲咱讲，说咱的神是安慰逐款安慰的神。咱只要伫神的内面信了主耶稣，咱是神的儿女，的确要得到神诸般各样的安慰，因为咱的神是赏赐各样安慰的神。只有伫痛苦当中过日子的人才会明白什么叫做逐款的安慰才会知影什么叫做圣灵内面的喜乐当一个人真痛苦绝望的时阵无人安慰，内心无得到平安，无得到安慰，伊是痛苦的即款的人实在是非常的艰苦有的人就行末路行迄个地路，所以求主怜悯。所以咱心灵内面凡还是劳苦担当心灵内面忧伤的人，会来到主的面头前来。上帝是赏赐逐款安慰的神的确要安慰。所以咱上帝安慰内面有喜乐，就迄个福气，因为恁是有福，福就是喜乐的意思。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第三个福是啥物呢？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要承受地土，要接受地土，接受对。温柔英文叫做 meekness， 温柔就是温顺就是表现耐心甲恒久的忍耐。长时间咱若讲一家久忍耐一家久，迄个毋是真正忍耐忍耐一摆两摆毋是真忍耐，是恒久的忍耐才是叫忍耐忍受伤害的人若无带一丝的怨愤，伊就是忍耐有的人拄着什么代志因受伤害，真怨愤一世人袂投放，安尼伊毋是一个蒙福的人。温柔的人是啥物呢？受到伤害，你袂怀怨、怀愤所以温柔毋是一个软弱算这个温柔是基督徒勇气的这个标记，这个标志，这个记号。
因为伊拄着各款的困难的时阵，伊仍然徛咧在，需要忍耐，需要内面的能力啊。所有温柔的人啊，伊也是无坚持家己的想法，伊肯体谅无为着地顶一切什么代志甲人相争拼命相争你是愿意接受什么啊？拄着问题来说，伊愿意接受依靠上帝所让托伊的安排，跟伊安排的本分是啥物？所以伊若是伫困难当中接受上帝的安排甲安慰那么就怎样呢？伊内面就得到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所以对外面看对外面外表看，有的人亲像是吃亏啦，迄温柔的人亲像咧吃别人的亏，伊是伊 suffer，是伊真过互人骗但是伊袂计较遮个代志，温柔的人袂计较遮个代志。但是伫心灵内反倒当是一款的光明的，是富有的，是刚强的因为干上帝要应允伊，要来得到地土，地土就是这个世界的地土上哪有法能得到地土，伊就是得胜啦就是得胜啦。诗篇37篇安尼讲，但谦卑的人要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快乐，伊毋但会快乐，佮得到地土这个人呢，承受地土，毋是说伊有法通徛伫遐咯。伊若有法通徛迄个地，若是算伊的，伊就是地主人。既然这个地的主人伊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怎样来控制，要来管理所以英文的圣经内面上帝叫亚当夏娃来管理这个地，管理英文是 rule over the earth 就是管理，要来控制。所以咱得到这个地了后，就会晓管理这个地。上帝将这个地互人去享受，但是人犯罪了后，贪心，直掂这个地直摕伊的资源，直摕伊的资源。所以，这个世界，这个地世界这个地变较非常的混乱真侪资源去掏空啦，摕了去咯油压了去咯资源压了去咯无好在手，无好管理水的代志所以灾难，世界的灾难愈来愈多，天灾人祸死伤的人真多，财产损失的真多。圣经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因的确要蒙神来祝福，因要得到地土，作为上属作为产业。感谢主。第四福，伊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咧，因为因的确要得到饱足。饥渴就是腹肚枵，渴是喙焦。饥渴，咱若是腹肚枵，咱就尽量就要想食，咱若是喙焦，咱就要找水通来啉。圣经讲这个咱的属灵的生命，咱若饥渴慕义，就是上帝的义，上帝的好属于上帝的代志。所以咱人的心这个若真饥渴是喙焦真枵索索，要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的福气的时阵这个人就会得到饱足啦伊要得到饱足。所以这个人若是饥渴的时阵，伊就要寻求什么？要顺服神要交上帝同行要遵守上帝的家事
要遵行神的旨意啊，要按照合乎神的公义的要求来生活啊，在各方面，就是这个依靠无义的人啊，有福气了，因为因心灵内面要得到饱足，上帝都会满足啊。第五项是讲什么啊？伊说怜悯人的人有福咯，怜悯就是怜恤人的人有福咯，因为因的确要蒙怜悯、怜恤啊、连续啊。怜恤人的人吼是什么啊？是体贴、同情别人，无计较家己的损失啊！你愿意安慰人、帮助人啊，怜悯别人啊，这款怜悯人的心态啊，甲性情是属神的性情。魔鬼撒旦袂晓怜悯人啊，伊是要来害人啊！啊，我来耶稣讲，我来了是要互人得到生命，要得到更加丰盛。那魔鬼来了是要干哪只？是要抢劫啊，是要杀害啊，是要破坏，搞破坏啊！所以上帝的心情。心底的性格就是怜悯人，咱信主的人也是着怜悯人哈。当咱想到咱过去无信主的时阵吼，咱做真侪歹代志啊，上帝一项一项的赦免咱、原谅咱，并且拯救咱，诚做伊的行儿。今仔日让咱回想神怎样怜悯咱，咱也是想到别人对不住咱，咱也是着存怜悯的心去原谅伊啊，去赦免伊。因为上帝赦免咱，咱也是着赦免别人，但要对待人。所以即搭甲人讲吼，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啊，因为因也是要得到神的怜悯，神会咱来怜悯别人吼，神会甲咱计较伤计多啊，因为咱有怜悯人，这个怜悯人的人，伊是怎样要做好，要讨神的欢喜，好，所以也这个真重要。第六个福是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气了，清心的人有福气了，因为因的确要得看到神。什么是清心的人呢？这个人的心咱来真复杂啊，七想八想真复杂啊，想歹想去犯罪，想去陷害别人的，无清心啊，啊，想去怀无好的情形代志啊。伊内面无清心，所以清心的人就是怀用单纯的信心，甲圣洁的生活，加甲伊的思想来跟地主的脚步，伊就专一来找求神，专一跟地神啊。圣经讲啊，上岸有法人踮伫耶和华的山，上岸有法人徛伫耶和华的圣殿啊。就是怀手洁心清的人，无向着虚假啊起誓啊，无向着虚假，伊的发誓啊起誓也无诡诈，无怀诡诈。所以这个人手清气，心是圣洁清气，手洁心清的人有福气了啊！因为思想。伊的思想内面哦，无神以外，伊的心灵内无神以外来霸占的。咱信主了，咱的心灵哦是遗珠，诚做咱的王啊。但是咱信主了，你若用别物世间的物件来霸占上帝的位置啊，主耶稣伫咱心中的位置的时阵啊，安尼伊的内面哦就无圣洁咯，可能充满罪恶，种出歹习惯。各款的无好的情形啊，所以一个人若祈求上帝的人吼，伊就是祈求上帝耶和华的作类啊。即款的人，伊会祈祷上帝会听，因为上帝要听怀圣洁的人啊会祈祷，污秽暗淡的人，上帝袂听因的祈祷。所以这个。清心的人啊，亲像看到神哦，伊是因的确要见神
虽然神咱袂看到，但是咱的心灵内面感觉神甲咱同在，就亲像咱看到神同款啊。所以一个人内心若是污秽、真贪、真跋、铁者换铁，各方面的暗淡的代志，伫伊的内心，上帝就离开伊，伊搁较离开上帝伊无法通见到神，用心灵来见到神这是清气的心、清心的人有迄个福气，才有法通看到神。第七就是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咯因为因的确要称呼为神的囝。神的囝的一个标志就是，毋是互人起冤家制造冤家无和好的代志互人冤家无和伫咧七班八班，互人两个本来是和好但是破坏人的关系。所以咱着互人和睦，咱应该做一个互人和好的人，因为咱的神是仁爱、和平的神，咱的主耶稣是和平之君，所以和平就是和好。所以咱做一个天国的子民，就是信徒那活出神的这个性格就是互人和平的别人就会对咱神顶看到咱内面有属神的性格伫咱的表现内面，咱的生活当中，才会荣耀上帝的圣名所以因为咱若有一个互人和睦的心咱就有一个好的见证，别人就因着咱的美好的见证来明白神。传福音这个真重要的，就是传福音信主的人，就咱互人叫神和好，人叫人和好，人叫家己和好，所以要成做一个互人和好、和睦的人就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当咱传福音的时阵，就将人带到神的面头前，叫神和好，叫人和好，叫家己和好咯。所以这款的人才有法通称呼成做神的囝儿。最后一项就是第八项，为着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气咯。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因的咱知影是第七个是讲互人和睦的人是啥物呢？是天国的子民，是基督徒对待别人的态度。别人无和好，咱互因和好。即阵第八个福伊说咱若互人骗互人逼迫，是天国的子民接受别人对付咱伫这互人逼迫的时阵，咱应该有的态度是啥物？咱毋是为着钱，为着啥物来互人逼迫，毋是为着罪恶，是为着义，为着神的义为着主的义义是啥物呢？义就是完全的圣洁无罪的意思义就是指神的旨意神看为对的代志，对的代志就是神的义。所以活伫天国内面的人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甲伊的权柄的人是无叫迄世俗人同流合污的不义的代志，无甲世间人行上一条罪恶的道路的毋是随波逐流的即款的罪恶的生活。咱无甲迄不法不义的人妥协妥协就是对因安尼做顺服因安尼做。咱无叫做不义不法的人妥协。
所以伫咱活伫即款的世界内面啊，世界就叫咱无好好，常常啊就会对咱来会招来这个逼迫咱，来陷害咱啊，破坏咱啊。所以为着伊受人逼迫的人啊，绝是有福气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天国的子民啊，毋是属这个世界，咱是属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内面。咱信主的人伫这个世界啊，是暂时的、假期的啊。这个世界毋是咱永居啊，伫这个罪恶世界啊，无互咱用心用力咱之对啊，无处可容之地。所以，咱为着神的正义，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做神着的代志，受人逼迫的时阵，爱看见咱伫这个世上的活得真袂爽，真无平静。但是咱吞论到底，将来要互咱得到什么呢？天国。所以上帝就用创这个天国来作为保障咱为着义受逼迫的这个上帝的国度内面，互咱享受福气。所以即搭看，为着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气咯，因为上帝为因批判了这个天国啊，天国是因的，是属于因的。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啊！咱虽然信主有时拄着逼迫，拄着在不如意的代志啊，互世间人陷害啊，咱吞论到底，因为咱为着义，毋是为着叫人杀钱，为着钱财的问题，毋是为着什么来杀钱的啊，是为着神的义，做着神的代志，互人被逼迫，即款的人有福气咯。你上帝为咱批判这个新的所在，就是天国。感谢主的恩典啊！关于这个第8项第11节、第12节也是来解释为着义受人逼迫啊，讲较清楚。所以11节讲，伊是人若因着我，因着上帝，互人辱骂，互人骂人啊，逼迫人，制造逐款的歹话来诽谤人、造谣啊，恁就有福气咯。12节讲啊，应当欢喜快乐啊，因为恁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啊。伫恁以前的跩先知啊，也是为着义来受逼迫啊，人也这样来迫害因啊，逼迫因。所以咱今仔日若有因着义为受逼迫呢？这个咱就知影，过去听上帝的人也是受人逼迫，但是因吞论到底，最后得胜啊，得到上帝的福气，天国是属于咱的。毋望咱听后跩的信息了后，咱就知影，咱世上真正幸福，毋是物质的。真正的快乐，毋是物质的，咱是伫主的内面，伫圣灵内面才有的。三甲阿头祈祷，上帝啊，天父啊，阮求你赐托阮，你的囝儿伫地上生活的时阵，有灵内面的力量，叫身体的力量，伫世上来彰显上帝生命的本质，有公义，有怜悯，有慈爱，有和平，各样属上帝的本质来荣耀你。上帝啊，虽然阮因为着要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所以伫外表看亲像吃亏，但是实际上最终阮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帝所应允的。阮感谢你，因为神为着迄听伊的人所有备的，是目睭未捌看到，
耳孔未捌听到，人的心未捌想过。哦，上帝啊，你为着听你的人受即款的安排甲祝福，阮实在是感恩。佮再来，上帝啊，阮也恳求你，赐托阮即个坚守的心，伫即个世上过日子，无同流合污，无甲在世间人随波逐流，无叫遐不法不义的人来妥协。求上帝帮助，因为这个世界最终是要过去，会消失。只有遵行上帝旨意，要永远长存，必然要蒙恩蒙福，直到永远。感谢你，求主圣灵来带领，将你的话深刻伫阮的心中，叫阮伫世间的日子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